少人以為戒咗甜品啦，濕疹就會好返，脂肪咧就會走。我以前都係一樣啊，但係其實咧，你餐餐都係食緊一啲隱形嘅糖分㗎喎。有非常之多人同我講，自己明明都唔食糖、唔食雪糕、唔飲汽水，點解個發炎情況仲係咁反覆呢？又瘦唔？其實係因為我哋只係戒咗甜味呢兩個字啫。經常都會同我啲客戶講，粥粉麵飯、麵包餅乾食咗落肚之後，全部都會變我哋嘅葡萄糖。一碗白飯大概就等於咧10至12個茶羹嘅糖啦，一個菠蘿包更加係12至到15茶羹嘅糖喎。要記住，唔食甜唔代表升糖指數唔高㗎。當你一日三餐裏邊都食咗好大量嘅澱粉，血糖咧就自然會大上大落，刺激我哋身體嘅發炎反應，加速我哋咧嘅濕疹啦，仲有咧瘋狂咁囤積我哋嘅皮下脂肪㗎喎。因此要知道啦，控糖咧唔係淨係戒甜品，仲要識得咧控制我哋澱粉質嘅攝取㗎。如果你都想知道咧點樣可以低 GI 抗炎飲食嘅話，記得 follow 埋我下一集，會分享俾大家聽3個抗炎嘅心得。